今年係 DRM Lab 嘅第10年啦。今次咧我會帶住幾個新嘅配方去試集同大家見面。其實最早我都係由 Weekend Market 開始，慢慢一路做到今日。所以今年第10年，我想再帶住新嘅配方回到市集同大家見面。第一種咧就係 VCIP 疤痕護理油，佢嘅設計方向咧係比較溫和，適合局部位置慢慢護理使用。第二支咧就係 Retinol A 醇精華，佢嘅節奏咧係偏向人方向，希望用得舒服啲，容易開始。第三支咧就係粉紅色嘅 PDRN 修護精華，設計咧係偏向日常護理方向可以使用嘅。其實呢3種嘅有效成分，我喺不同嘅平台咧已經介紹過噶啦。如果有機會翻上去可以溫習一下。喺試集期間會有預訂嘅優惠，同數量有限，請先通知我哋預留俾你。4月18、19兩日，我哋會喺香港樂富；而喺4月23到26號咧，我哋會喺澳門塔石藝墟嘅10年啦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好，喺試集見。